歲嗰年，我喺一本書入面見到幅好得人驚嘅圖畫。嗰本書叫做《真實故事》，係關於原始森林嘅。幅圖畫入邊有條蟒蛇張開咗血盆大口，吞緊一隻野獸落肚。下面就係呢幅圖畫嘅木本。本書入邊話，啲蟒蛇會咬都咬唔緊，將獵物成隻根生吞落肚。蟒蛇之後會飽到想喐都喐唔到，之後足足瞓成6個月，先至消化得晒肚入面嘅食物。嗰陣開始，我就成日幻想森林裡面嘅奇遇，仲成功用木顏色畫咗我人生第一幅畫，我叫佢做大做1號。幅畫係咁嘅，我攞咗幅佳作俾大人睇，仲問佢哋我幅畫有冇嚇親佢哋。1784年，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從紐約港出發，橫渡大西洋，繞過好望角，駛向中國嘅廣州黃埔港。喺第2年嘅春天，佢滿載茶葉、瓷器同埋絲綢返航，再次抵達紐約，宣告中美之間第一條直接貿易航線嘅誕生。史料記載，當時隨船抵達嘅仲有幾名中國人。佢哋成為咗最早踏上美國土地嘅華人身影。雖然佢哋嘅姓名已不可考，但可以肯定佢哋都係講粵語，因為佢哋都係來自珠江三角洲一帶嘅廣東人。面對陌生嘅紐約街頭，佢哋也許並未諗到呢趟旅程會成為後來無數中國華工跨海嘅先聲。幾十年後，加州掀起咗淘金熱。成千上萬嘅廣東人漂洋過海，被稱作金山客。佢哋大多來自竹台山、新會、開平、恩平等地，帶着濃重嘅鄉音喺舊金山呢啲城市落腳。粵語隨住佢哋一同落地生根，成為咗美國最早最主要嘅華人語言。蝦挺好，蝦挺好，會蝦。好過你啦，點都好過你啊！佢啊，我唔識捉圍棋啊！佢點都好過你㗎，睇人行落啲棋子啊，知好過你啦。Coffee cafe。三步，1、2、3，到啦。
係咁呀，係講。你赶紧开拓土地啊！你得站，把这先站下来。小飞一个，小飞一个，小飞一个。这是大飞。也行，都行，都行。都，围了，断，挡住。光正有